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4月1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第4篇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到19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18到2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理，也是白贼吼。伫基督徒真侪时阵，咱讲咱捌圣经，知影真理，却无法度实践。根据约翰的记载，伫约翰一书第4章伊用这个爱的实践来讲着。19节到21节特别是19节，咱拢真熟。伊讲咱疼是因为上帝大声疼咱。20节讲人若讲我爱上帝，却怨恨伊的兄弟，这就是讲白贼。无爱伊所看会到的兄弟，就袂会爱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伊讲爱上帝就爱疼伊的兄弟，这是咱对上帝所领受的命令。这个疼是一种信仰实践，不但是讲咱捌真理啦吼，就是讲咱更较需要成做一个实践者。袂当讲我着疼上帝所以伊着对人拢无要紧啦吼，凊彩啦，甚至对人无好安尼吼，佮讲较足有理由安尼吼，无实践能力的信仰，就是一种白贼的生活。这是伫约翰所写的这个真清楚的教示。耶稣的门徒约翰，伊怎样来界定真理甲白贼？伊讲接受耶稣基督的，就是接受真理；既然公开承认圣经的，就是得到圣杯；拒绝的、离开的，就是拢属伫这个敌基督。因为无行伫这个上帝的道路顶悬。约翰一书第2章进一步说明，迄个追求真理的基督徒，应该着爱谨守当初时所听到的信息。圣经咧讲，若安尼恁必须爱谨守迄个起初所听到的信息。若是恁谨守当初时所听到的信息，恁就会常常活伫圣经甲圣杯的性命内底。这就是基督亲自应允互咱永远的活命。谨守、遵守起初所相信、所听见的信息，就是讲耶稣是基督，也是讲耶稣所颁布新的命令。会通谨守，这是真正的信仰，这是真正捌道理的人。亲像咱看见法利赛人，虽然因真熟这经典律法，但是因却是迄种假冒伪善，因找机会、找理由来修理上帝的囝。亲像耶稣的比喻中间摕到迄个参子共款。伊咧讲到以色列人不但专门欺负上帝所差遣的奴仆，遐个先知因来甲杀死，因搁较杀上帝的囝。虽然以色列人是选民，但是也是上帝所拣选的。因熟悉律法中上帝的诫命，却违背上帝的旨意。互因所捌的真理变成做检验因白贼话的标准伫实践信仰进前，承认信仰、承认上帝、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。无输会记哩，伫高中的时期，我是读这个长老会的学校。我真着惊迄个时阵真着惊，因为
阮班上敢若亲像，敢若我一个是基督徒，无佫有其他即个基督徒吼。啊，事实上呢，后来我发现啦吼，阮的班上拢总有18位的基督徒同学。啊，为什么逐个毋敢承认呢？逐个毋敢伫即个午餐的时阵来感谢祈祷，因为因若阵安尼无承认的时阵，因着足放松真自然因的行答也亲像非基督徒一样吼。因若承认呢，会时常伫滚耍笑，甚至伫中昼食饭感谢的时阵，便当倒会无去，去互家己安尼戏人吼。我发现是遮个基督徒同学，是因为我真爱唱歌，所以我将我的吉他呢放伫学校迄个头前吼，放扫帚迄个柜仔内底。伫下课时间也是食中昼饭了后，我就弹吉他来唱一寡诗歌。渐渐着一寡同学围落来，我就发现其中有人会真晓唱啊，毋是袂晓啊吼。了后慢慢较熟的时阵，同学就开始承认家己是基督徒。渐渐就成做一个气氛，全班尾啊食中昼的时阵，就爱我来带因来感谢祈祷了后，全班才开始食饭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牧师即个就变做我的一个称号安尼啦吼。咱倒转来看但以理甲伊的同伴，因不但承认上帝，而且因坚持服侍上帝，决断无妥协。因为安尼拄着艰难，拄着迫害，但是有主甲因参合伫地，无论是伫火坑还是西仔坑吼，上帝拢同在，并且保守因。因是真实的信仰，因为敢承认，坚持所相信的。但你历史第9章第4节伊安尼讲，主啊，你是至大的上帝，阮尊重你，你信守你的约，遐个爱你、遵守你命令的人，施行不变的疼。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就要得到上帝不变的恩典甲疼。耶稣基督甲迄个伫果子边的妇人人讲，阮是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。就是讲安尼的人，才是真正活伫真理中间的人。现代基督徒的你我，伫咱的实际生活中间，咱应该安怎来做才是呢？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4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4篇，但以理书第9章第1到19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18到25节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理或是谎言。基督徒若是宣称自己非常懂得圣经的真理，那却无法实践。那根据约翰的记载呢，在约翰一书第4章，他谈到了爱的实践。19节到21节，第4章的19节到21节，约翰这样说。19节我们最熟哈。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20节说，人若说我爱上帝，却恨他的兄弟，就是说谎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。
爱上帝的也要爱兄弟，这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命令，这是命令哦。爱就是信仰的实践，不但是懂得真理，更是一个实践者。因为没有实践能力的信仰，就是一种撒谎的生活。耶稣的门徒约翰如何界定真理跟谎言呢？他说，接受耶稣是基督的，就是接受真理。凡公开承认圣子的，也就得着了圣父。拒绝的、离开的，都是属于敌基督。因为他们不行走在这个上帝的道路上面。约翰一书第2章进一步说明，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应当要谨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。24节说，那么你们必须谨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。如果你们谨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，你们就会常常在圣子和圣父的生命里。这就是基督亲自应许给我们的永恒生命。谨守或说遵守起初所听到的信息，是说耶稣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是说耶稣所交代我们的新的诫命。我们能够谨守的人，才是真信仰，才是真正懂真理的人。如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，他们就是反向的。他们虽然很熟悉经典，很熟悉律法，但他们却道貌岸然，找机会、找理由来修理上帝的儿子。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提到了一位原主的事情。他就说，以色列人不但专门欺负上帝所派来的仆人，杀了先知，更杀了上帝自己的儿子。虽然以色列人是选民，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他们虽然熟悉律法上的上帝的诫命，但却违背上帝的旨意，使他们所熟悉的真理变成检验他们谎言的一个标准了。在实践信仰之前，承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。记得高中时期，牧师是在长老会的学校就读。我当时候很讶异，我们班上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位基督徒，没有其他的基督徒？而事实上，后来我发现班上总共有18位基督徒同学，大家都不敢承认。为什么？他们不愿意在午餐的时候谢饭。当然，后来就可以看到他们的，因为不承认，后来就他们的行为就跟一些非基督徒差不多了。因为他们常常就是承认是基督徒就被开玩笑，在谢饭的时候便当就不见了，被捉弄。我会发现有这么多的同学是基督徒，原因是因为牧师本身爱唱歌，所以我就带着一把吉他放在那个教室的前面的那个置物柜，就是扫把柜里面。每次下课或是午餐后，我就弹吉他唱着诗歌。渐渐的，同学就围过来了。在这个当中，牧师就发现，有一些人不是第一次唱诗歌的，很熟悉的。就在彼此很熟悉之后，大家才慢慢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。后来，在我们全班非常有趣的，
午餐的时候，大家就慢慢的聚集，从几个同学一起围个圆圈，后来就更多的人，然后后来大家就都要等我带他们谢饭，无论是不是基督徒，然后全班才开始用餐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牧师这个名号就变成我在高中时期的昵称了。但以理与他的同伴们，他们不但是承认了上帝，这几天我们分享到的，他们更坚持服侍上帝，而且绝不妥协。虽然因为如此而遇到了苦难跟迫害，看他们进到了火坑，他们被投进了狮子坑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的坚持，他们的服侍，在这样的迫害当中，有主与他们同在，保守他们。从我们读者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真实的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者，他们敢承认，他们愿意坚持。但以理书第9章第4节的经文这样说：主啊，你是至大的上帝，我们尊崇你，你信守你的约，向那些爱你、遵守你命令的人施行不变的爱。能够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就必蒙上帝不变的恩典跟爱。耶稣基督告诉那井边的妇人说，我们敬拜上帝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活在真理中的人。现在的基督徒你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遇到哪一些状况？我们应该如何做才是属于真理的人，而不是属于谎言的？